来这个过年出门去佚佗，上加拄着塞车。新北市热门的景点九份啊，到有内，今年拢增加停车场。另外，屏东要到垦丁的一路上有吊挂车道，要来消透车流。若要去宜兰通啊坐客运，车票有优待，有这个优待，较袂因为家己塞车，塞伫个磅空内底。 想要到宜兰团结中心体验传统文化，太平山素食新鲜空气，会使来遮行村，但是想到往回宜兰的路程。无想要开车踏伫个国道5号的，会使坐客运，即马有优惠票。大都会客运伫6月初到初10推出新店到数只要145块，到罗东只要100，还佫会使对宜兰转台提到花莲，嘛有优惠。若是家己开车咧，坐国道5号初到初3，罗南早是7点到12点有高升在管制，初3到初6是上北，下晡2点到暗时9点。国道专线伫春节9天的期间，透早0点到5点无收费。 假日人非常多，九份啊，今年的春节有增加这80台车，新9号大型的停车场，才个请民众转坐接送车上山，也佫有新北市有内春假拄着烟花季，有过来赏烟花、甲浸温泉的人多。当地停车场满场时阵会引导车辆到环中路，深坑啊老街嘛，伫2月初2到初10，每天早时10点到暗时8点进行交通管制。若是到垦丁，一定拢会经过台一线屏东枋寮路段436公里到445.5公里是容易踏的路段。春节的期间，下看东港的车流量，机动调拨车道，要上路进前也是上好爱事先规划。上路了后咧，一定要注意前面的路况，小心驾驶。